云林市乌江堡内发生大车祸，有一台连接来的车头，唔知是啥物原因，并车变形，造成在车顶的3个人掉在内底。云林县的消防局出动10外消防人员去救人，用3点钟才把人救出来。不过也是有2个人救无回来，一个人目前也搁重伤。一台连接车的车头，19号暗时将近12点，经过云林4号第17线和文化路路口。 看唔知什么原因，弄到转冰车，造成3个人受困在车内。警消接到通报后，赶到现场来抢救。都是气爆的啦！讲你厝咧变一声做大声的，我来看我话你迄拖车底你无看到？伊讲就是拖车底车上经查看之后，然后首先发现第1名伤者，然后没有意识。 然后经过抢救之后，先把第1名伤者救出，然后后续又发现还有2名伤者。相对表示，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，发现连接车的车头严重变形，紧急征调民间吊车和破坏器材来协助，开车电话警将受困的3名人拢救出来，其中2个人无意识，1人重伤，消防邻近的病院来急救。不明原因擦撞路旁民宅及电杆后，翻覆在台17线与文化路口，车体严重变形。 造成车内驾驶及乘客2死1伤，肇事原因由本分局调查厘清中。警方讲，这件重大车祸造成2个人死亡，1个人重伤。经初步了解，那个车头唔知什么原因先弄到民宅和电火条并过，但发生的详细事故原因，阁需要由警方调查厘清中。记者用为你报道。